近日社會都正對澳門發展和諧社會嘅問題展開討論。街坊總會會長吳士明認為，社會迅速發展，矛盾一定會隨之而生。但只要市民以整體社會利益出發，有信心澳門能夠真正成為一個和諧社會。構建和諧社會係澳門一個持續努力嘅目標同方向。大社會急速發展，市民嘅心態以及價值觀都有不同程度嘅改變，產生嘅矛盾亦相對增加。街坊總會會長吳士明認為，現時本澳社會確實存在一定嘅內部矛盾，而呢個亦係社會發展必定會出現嘅情況。市民要喺轉變嘅過程中持包容以及諒解嘅態度，以整個社會利益出發，係為呢個整體嘅社會嚟作為一個主要目標嘅話呢，我相信呢個和諧社會就必然存在。當然，如果有個別人或者有啲人有別有用心嘅，或者係將一啲問題唔係話大事化小、小事化無，而且將一啲小事而將佢誇大嚟咁樣去突出嚟講呢，呢個係對和諧社會係不利嘅。吳士明話：本澳有幾千個不同嘅團體，發揮住不同嘅功能。相信只要各個團體係以澳門嘅整體利益為目標，而政府又能夠同團體同市民多啲溝通聯繫，和諧社會就能夠得到鞏固。而街眾亦聯同咗多個團體，以共創健康和諧新社區為主題，舉行06街坊節系列活動。